你好，歡迎你，我係619，為你聲音導航。踏入2026年，香港有一條與全港數百萬市民每日出行息息相關嘅新法例正式生效，就喺1月25日開始，所有裝有安全帶嘅巴士座位，乘客都必須強制佩戴，違例者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元同監禁3個月。政府嘅理由好簡單直接，為咗你安全。但係當一條法例由紙上面走入我哋擠迫、繁忙、節奏急促嘅現實車廂時，產生嘅問題似乎遠遠多過佢想解決嘅問題。今日我哋唔係要討論安全重唔重要，而係要問，為咗一個未必咁顯著嘅安全效益，我哋係咪值得承受咁多實際嘅不便、不公同埋執行上嘅荒謬？呢條被指可能獨步全球嘅法例，又係咪真係有咁嘅必要？我哋就從幾個方面去睇一睇。第一，政府嘅理據建基於一個嚴肅嘅意外情景。研究顯示，佩戴安全帶可以將迎頭相撞意外中嘅死亡同重傷風險分別降低4成同7成。呢個數據冇人會反對。問題在於，香港嘅專營巴士同法例參考嘅外國案例，基本上係兩種唔同嘅交通工具。根據香港民間機構分析，英國、新加坡、澳洲等地雖然有巴士安全帶法例，但普遍會豁免設有企位、站多、路短嘅市區巴士。例如新加坡就明文豁免國營嘅公共巴士，原因好實際，市區巴士車速較慢，意外風險相對低，強制佩戴安全帶所帶嚟嘅上落車延誤同不便，可能得不償失。反觀香港，我哋幾乎所有巴士都設有企位，正正就係外國豁免嘅類別。我哋嘅市區巴士線，一程車可能只有3-5個站，車程短到以分鐘計。喺呢個前提下，強制執行凡有必扣，就好似將一套跑長途高速公路嘅規則硬套喺地鐵接駁巴士身上，明顯同實際使用模式出現嚴重落差。第二，當法例落到車廂，每一位普通乘客面對嘅係一系列輕微、細小，但係就具體嘅困擾。大家嘅擔憂遠不止怕麻煩咁簡單，例如係衛生同心理關口。巴士車廂嘅衛生狀況，大家心裏有數。有網民直言，諗起安全帶，每日有無數人用過，接觸頸部同身體已經覺得唔舒服，甚至有人見過安全帶上黐住香口膠。對619而言，更切身嘅係香港巴士曱甴問題並不罕見。試想像，當你坐低正要扣安全帶，發現座位邊有曱甴走過，你嘅第一反應仲會唔會係扣好安全帶，定係想立即彈開？強制佩戴，某程度上剝奪咗人喺唔衛生嘅環境下避開風險嘅本能反應，而且對特定群組嘅不友善。新法例對體型較胖、長者又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極不友好。有網民分享，幫小朋友扣好安全帶之後，旁邊坐咗一位體型較大嘅乘客，到落車時要解開安全帶變得非常困難。對於手腳唔靈活嘅長者，要佢哋喺巴士停定後短短10秒內解扣、起身行出通道、落車，簡直係一種挑戰。亦有市民擔心，冬天衣服厚嘅時候，扣安全帶更容易同隔離座位嘅乘客產生不必要嘅身體接觸同摩擦。仲有就係徹底打亂上落車節奏以及引發衝突，呢點最影響日常生活。香港巴士嘅效率建基於流水式嘅上落客速度。坐喺窗口位置嘅乘客，如果要比坐喺走廊位置嘅乘客早落車，兩個人都必須解開安全帶，一個要摺起身體，一個先至可以逼出去，過程相當狼狽。619親眼見過，有小朋友因為要讓坐喺入面嘅成人落車，需要將雙腳縮起，等大人跨過去。試問咁樣對小朋友又係咪安全同尊重呢？萬一安全帶卡住拉唔開，新例實施首日已經有真實案例發生，乘客會陷入極度尷尬同焦急，全車人要等待，甚至要大叫司機幫忙，壓力巨大。近月已經不乏乘客因趕唔切落車而同司機爭執，而家多咗解安全帶呢關，相信呢類衝突只會有增無減。
巴士業工會亦預期，車長同乘客之間嘅糾紛會因此增加。另外，技術同操作嘅荒謬場景，網民已經提出好多奇難雜症，例如係如果執法人員喺下層檢查，上層嘅乘客即刻扣返好安全帶，又點追究呢？呢啲灰色地帶正正顯示咗法例與現實脫節。第三，除咗不便，呢條法例更存在幾個根本嘅邏輯矛盾，令到保障安全嘅初衷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引起多重矛盾。矛盾一，懲罰坐低嘅人，放任更高風險嘅企位，呢個係最核心嘅謬誤。數據顯示，巴士意外中大部分傷亡其實係企位乘客，但法例對企位毫無要求，只係叫佢哋緊握扶手，結果就造成一個荒誕嘅現象，受較大風險嘅企位乘客不受規管，反而受較小風險嘅座位乘客就被強制捆綁。有網民同議員都質疑，咁樣係咪變相懲罰選擇坐低嘅人？矛盾二，催生寧坐不坐嘅反效果。正因為上述嘅不公同不便，已經有唔少市民表示，為免麻煩同刑責，短途車程會選擇寧企不坐。呢個就係公共政策最忌諱嘅意外後果。一條原本想保障座位乘客安全嘅法例，結果推高咗企位乘客嘅比例，令更多人暴露於更高風險之中。整體傷亡率會否因此而不跌反升，實在令人擔憂。矛盾三，一刀切忽略真實需求差異。政策欠缺細緻度，正如研究指出，安全帶如果真係有必要，都應該係用於高速公路、車程長嘅路線，例如係機場巴士。而家唔理係彌敦道嘅短途接駁，定係北大嶼山高速公路，一律硬性執行，完全冇考慮唔同路線嘅風險差異同乘客嘅實際需要。講咗咁多問題，並唔係鼓吹完全唔使用安全帶，安全意識當然重要，但係咪一定要強制加重罰呢個方式呢？首先，政策應該更針對性同彈性，參考外國經驗，政府完全可以規定新界長途線行經高速公路嘅路線必須配備並鼓勵使用安全帶，而市區短途線則以教育同鼓勵為主，將選擇權交俾市民，等大家根據車程、路況同自身嘅情況去判斷。就好似食煙，政府設立吸煙區規管，而唔係一刀切全面禁煙，就係平衡個人選擇與及公共影響。其次，與其強制扣帶，不如根治更高風險嘅問題。如果數據話我哋知企位乘客風險最高，咁政策嘅優先次序就應該係研究如何改善企位安全，例如增加扶手、改善車廂防滑設計，甚至分階段研究喺繁忙時間減少企位嘅可能性，而唔係將所有資源同注意力都放喺座位安全帶上面。最後，永遠係教育先行於刑罰。與其動用警力上巴士捉人，罰市民5000大元，不如將資源用於公共教育，清晰講解唔同行車環境下嘅風險，並確保巴士公司做好安全帶嘅保養同清潔，令市民因為明白而自願使用，遠比因為恐懼罰款而勉強就範來得更有效、更持久。一條好嘅公共政策應該係建基於實證，平衡成本效益，並盡量減少市民對生活嘅不便同干擾。可惜今次巴士安全帶新例似乎只係滿足咗做咗嘢嘅表象，但係就帶來大量執行難題、邏輯矛盾同埋對市民日常生活節奏嘅粗暴打擾。安全唔應該係一個粗暴嘅指令，而應該係一個經過深思熟慮、尊重市民智慧同現實生活模式嘅共同選擇。希望當局能夠從實際執行中聽到民間呢啲真實嘅聲音，早日檢視政策，作出更合理、更細緻嘅調整。你對巴士安全帶新例又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一齊討論。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歡迎你留言、讚好、訂閱、分享。我係619，多謝你。